35載蒙主愛，師生攜手創未來。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以基督嘅愛扎根屯門35載，學校秉承中華基督教會，並肩培育豐盛生命，攜手見證基督大愛嘅辦學願景，以修己善群為校訓，為區內孩子提供全人教育，讓每一個生命好似珍珠一樣經歷磨礪，綻放光芒。喺老師嘅努力之下，學校不論喺硬件又或軟件上面，近年都得以提升，為學生提供更好嘅學習條件。學校近年優化咗唔少嘅設施，喺生態教育方面，學校增建咗珍珠蚌養殖池、魚菜共生、生態缸等學生可以近距離觀察生命、學習同自然共融。數碼科技一日千里，學校所有嘅課室已經配備咗互動屏幕。3年級開始，學生可以自攜平板電腦，方便喺課堂上面嘅數碼學習。透過優質教育基金嘅撥款，學校成功改變咗 Innovation Space 創科空間3樓嘅航天學習室，亦都喺籌備當中。以前嘅有蓋操場已經改建為有空調、有 LED 海報屏幕嘅多元學習活動中心。學生都好中意喺呢個夢小舞台上展現才華。喺課程方面，學校喺校本 STEAM 課程框架嘅基礎下，發展咗4至6年級嘅航天課程。4年級透過閱讀，讓學生認識星空，利用數碼觀星喺大型嘅天幕裏面進行天象學習活動，探索宇宙奧秘。透過奇趣 IT 識多啲計劃，5年級嘅學生會進行一系列嘅自學，透過網上閱讀100篇星空擊答，完成星空札記，裝備佢哋成為小小航天員。6年級會安排學生到橫琴學習北斗衛星嘅操作，更可以親赴海南島，去到中國文昌航天發射場，見證國家航天嘅成就。學校着重價值觀教育，以知、情、行3部曲，培養學生正面嘅價值觀。透過歷奇訓練，可以訓練學生嘅意志、抗逆能力，建立團隊精神。全校性嘅服務學習、生命教育，讓學生關愛社區，實踐同理心，珍視生命嘅價值。升旗隊舉辦國內嘅交流團，呢一啲都係培養學生愛國情懷。學校唔單止係一個傳授知識嘅地方，更加係一個塑造優良人格嘅園地。學校全面提升學生嘅 Pro 素質，要求學生有堅毅不屈、追求卓越、常存感恩、勇於承擔、關愛互助嘅素質，致力培養學生成為自信、愛國、具世界觀嘅新一代。讓學生唔單止要學有所成，更加係要願意貢獻社會、貢獻國家。為咗讓學生得以進展才華，學校今年設咗120個以上嘅課外班組。學校好感謝家長們嘅一路同行，除咗支持學校嘅家長教育課程，亦都願意用自己嘅時間擔任義工。過去嘅農曆新年，更加同校外嘅組織合作舉辦年宵攤位，更加得到特首李家超先生嘅肯定。喺辦學團體、師生同埋家長嘅共同努力下，學校屢獲殊榮，學生表現亮眼。讓我哋不忘初心，砥礪前行，繼續以基督嘅愛培育更多愛己、愛家、愛國嘅未來棟樑。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係夢想起飛嘅地方。